也许你的腰痛并不是老了，而是身体在适应错误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腰部僵硬，要慢慢才能直起身子，坐久了之后站起来，腰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，隐隐作痛。有时候弯腰捡个东西，腰部就传来一阵刺痛，让你不敢再动，甚至坐着坐着，臀部和大腿后侧开始发麻，好像有针在扎一样。这些症状你可能以为是年纪大了，身体机能退化了，所以只能忍住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些疼痛并不是因为你老了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适应一个错误的姿势，你相信吗？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否则你可能会错过一个让腰痛消失的关键机会。因为如果你现在不改变，你的身体会续记住这个错误的姿势，久而久之，腰痛就会变成慢性疼痛，跟着你一辈子。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弯腰，越来越不敢久坐，甚至连走路都会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生活品质会严重下降，连最简单的日常活动都会变得困难重重。你可能需要依赖止痛药，或是需要家人的帮忙才能完成基本的动作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4个动作只要每天1分钟，就能重新唤醒你的脊椎，让你的腰痛从此消失。这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，也不需要花大钱，只需要你每天投资1分钟的时间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的腰会痛，以及这4个动作如何帮助你重新找回健康的身体。很多人以为腰痛是因为年纪大了，骨头退化了，所以才会痛。但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年龄，而是你的腰间关节出了问题。什么是腰间关节呢？它是连接你的脊椎和骨盆的关节，就像是你身体的减震器一样。每一次你走路、跑步、坐下、站起来，这个关节都在默默地承受着你全身的重量，帮你分散压力。可以说，腰间关节是你身体里面最辛苦的关节之一，它要承受你一辈子的负荷。但是当你长期久坐、姿势懒散、翘脚或是弯腰驼背的时候，你的脊椎就像一个被卡住的减震器一样，无法正常运作。每一次久坐，每一次懒散，每一次翘脚，都让它卡住一点点。时间一久，这个减震器就完全失去功能了，压力就会直接压在你的腰椎上，造成疼痛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关节堆叠失衡，英文叫做 joint stacking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的关节应该要整齐地排列在一起，这样力量才能平均分散。但是当你姿势不良的时候，关节就会歪斜，力量就会集中在某几个点上，造成过度的压力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习惯性的坐着的时候，身体往一边倾斜，或是翘脚坐，你的骨盆就会歪掉，一边高一边低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腰间关节就会承受不平均的压力，时间一久就会发炎、疼痛，周围的肌肉未疗保，互受伤的关节会变得紧绷、痉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你看，腰痛的真正原因不是你老了，而是你的姿势错了，导致关节长期承受不正常的压力。这个问题是可以修正的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你的身体就能重新适应正确的姿势。那么要让它松开，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要教你4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只要1分钟就能重新启动你的脊椎，
让腰痛消失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叫它俯撑重启法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但是效果非常好，可以立刻缓解你的腰痛。首先，请你找一块瑜伽垫或是柔软的地垫，躺在上面，采取趴住的姿势，让你的肚子和髋部完全贴在地上，双腿自然伸直，放松。然后把你的双手手肘放在肩膀的正下方，慢慢的用手肘撑起你的上半身。注意，这个时候你的髋部还是要紧贴在地上，不要抬起来。当你撑起上半身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腰部有一种被拉开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腰椎往后伸展，打开那些被压缩的关节。保持这个姿势30秒，期间要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要憋气。你可以闭上眼睛，专注在你的呼吸上，感受你的腰部慢慢的放松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到腰部有一点紧绷，甚至有一点不舒服，这是正常的。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错误的姿势，现在要重新调整。当然会有一点不适应，但是请注意，如果你感觉到的是剧烈的刺痛，那就要立刻停止，不要勉强。如果只是轻微的紧绷感，那就继续做，慢慢的你的身体就会适应了。这个动作为什么有效呢？因为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坐很久，坐着的时候腰椎是往前弯曲的，时间一久，腰腱关节就被压缩在一起，神经也会受到压迫而俯撑。重启法就是要逆转久坐的姿势，让腰椎往后伸展，打开那些被压缩的关节室，放被压迫的神经。很多人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会立刻感觉到腰部轻松了很多。这是因为当关节被打开的时候，压迫神经的压力减少了，疼痛的信号就会减弱。就像是一条被堵住的水管，当你把堵塞物清除之后，水就能重新流通了。这个比喻虽然简单，但是非常贴切。你的神经就像水管，当它被压迫的时候，信号就传不出去，造成疼痛和麻木。所以每天做1分钟这个动作，你就能让你的神经和肌肉重新启动，让腰痛慢慢消失。记住，要每天做，持续做，效果才会好。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。第二个动作叫做仰躺松转法。这个动作非常温和，特别适合在睡前或是早上起床前做，可以帮助你的脊椎恢复灵活性。请你躺在瑜伽垫上，采取仰躺的姿势，双腿弯曲，脚掌平放在地上，然后保持你的肩膀贴在地上，慢慢的把你的双膝一起往左边倒下去，就像钟摆一样，不用倒到底，倒到你觉得舒服的角度就可以了。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，然后再慢慢的把双膝带回中间，再往右边倒下去，左右交替，慢慢的摆动，像钟摆一样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注意节奏要慢，不要太快。每一次摆动都要让你的脊椎慢慢的旋转，感受每一节椎骨的活动。呼吸要保持平稳，不要憋气。你可以配合呼吸，吸气的时候膝盖回到中间，呼气的时候膝盖往旁边倒。这样的呼吸配合可以让你的身体更放松，效果更好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帮助你的脊椎恢复旋转的能力，同时唤醒你的本体感觉。什么是本体感觉呢？就是你的身体对于自己位置和动作的感知能力。很多腰痛的人，他们的本体感觉都变得迟钝了，身体不知道自己是歪的，所以一直维持着错误的姿势。而这个动作就是要重新训练你的本体感觉，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姿势。你可以把脊椎想象成一个生锈的铰链，当它很久没有活动的时候，就会变得僵硬，而仰躺松转法就像是给这个铰链上油一样，让它重新变得灵活。每一次的旋转
都在清除那些阻碍活动的僵硬和粘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心理上的效果。当你慢慢的、温柔的活动你的脊椎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告诉你的神经系统，我是安全的，我可以放松了。很多时候，腰痛不只是身体的问题，也是心理的问题。当你长期疼痛的时候，你的神经系统会变得过度敏感，一点点的刺激都会引发疼痛。而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的神经系统放松下来，降低敏感度。所以，请你在睡前或是早上起床前做30秒这个动作，你会发现整天都会更轻松、更舒服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值得你每天坚持。第3个动作叫做吸旋鸟狗式，这个动作稍微进阶一点，但是效果非常好，可以帮助你启动深层的稳定肌肉，重建你的核心力量。首先，请你采取4足跪姿，也就是手掌和膝盖都驻地的姿势。手掌放在肩膀的正下方，膝盖放在髋部的正下方，背部保持平直，不要拱起来，也不要塌下去。你可以先在这个姿势停留几秒钟，感受你的身体是否平稳，调整到一个舒服的位置。准备好之后，慢慢的抬起你的右手，往前伸直，同时把你的左膝微微抬离地面，大约1公分就好，不用抬太高。注意，你的左脚掌还是要留在地上，只有膝盖离地。保持这个姿势5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换另一边，左手往前伸直，右膝微微抬离地面，左右交替，重复做几次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你的身体稳定，不要摇晃。很多人在抬手和抬膝的时候，身体会跟着晃动，这样就没有效果了。你要想像你的背上放着一杯水，不能让它洒出来，专注在你的呼吸上，保持平稳，不要憋气。你可以在心里默数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换边。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它可以启动你深层的稳定肌肉，特别是一种叫做多裂肌的肌肉。多裂肌是位于你脊椎2侧的小肌肉，它们的工作就是稳定你的脊椎，防止它乱动。当你腰痛的时候，这些肌肉通常都会变得无力或是休眠了，失去了保护脊椎的功能。而吸旋鸟狗式就是要重新唤醒这些肌肉，启动你身体的防护系统。你可以把这个动作想象成重新打开电路的保险丝，让力量回到你的身体里。当你的深层稳定，肌肉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你的脊椎就会变得更稳定，腰痛就会减少。不止如此，你的平衡感也会变好，走路的时候会更稳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这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特别重要，跌倒往往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所以预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请你每天做这个动作，连续做3个星期，你会发现你的腰不再那么怕动了，你会重新找回对自己身体的信心，敢做更多的活动。记住，要慢慢做，专注在稳定上，不要求快，质量比数量更重要。第4个动作叫做站立骨盆圆圈法，这是4个动作里面最简单的一个，但是对于长期保护你的腰部来说，它是最重要的。请你站着，如果你觉得平衡不太好，可以轻轻的用1只手扶着墙壁或是椅背，保持平衡，然后把你的重心移到左脚上，右脚轻轻抬起，膝盖微微弯曲，用你的右脚在空中画一个小圆圈，就像用脚尖在地上画圆一样，顺时针画5圈，然后逆时针画5圈。做完之后，换另一只脚，重心移到右脚上，左脚画圆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注意速度要慢，圆圈不用画太大，小小的就可以了。重点是要让你的骨盆慢慢的有控制的旋转，感受你的臀部肌肉和腰部肌肉在工作。
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支撑脚上，感受那只脚的臀部肌肉正在努力稳定你的身体。这种觉察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启动肌肉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启动你的臀中肌，稳定你的骨盆，减少扭力对腰间关节的影响。臀中肌是位于你臀部侧面的肌肉，它的工作就是在你走路的时候稳定你的骨盆，防止它左右摇晃。很多腰痛的人，他们的臀中肌都很无力，所以走路的时候骨盆会晃动，造成腰部的扭力，引发疼痛。你可以把你的骨盆想象成一个指南针，而站立骨盆圆圈法就是让它重新校正方向。当你的骨盆稳定了，你的腰部就不用承受那么多的扭力，疼痛自然就会减少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动作，因为它模拟了你日常生活中的动作模式。这个动作虽然简单，但是它对于预防腰痛来说是最有效的，因为它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保护你的腰部。你可以在刷牙的时候做，在等公车的时候做，在煮饭的时候做，每天两边各做30秒，就是对你未来行动自由的投资。很多人觉得预防不重要，总是等到痛了才来治疗，但是其实预防比治疗更重要。当你的腰痛还没有变得很严重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做这些动作，你就能避免将来更大的痛苦。所以不要等到痛了才做，从现在开始每天做这个动作，保护你的腰部，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刷牙一样自然。听到这里，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，你不是脆弱的，你是可以调整的。很多人因为长期的腰痛，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行了，觉得自己老了、废了，不能动了。但是其实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还要有韧性，只要你给它正确的刺激，它就能重新调整、重新适应、重新变强。年龄不是限制，态度才是。这4个动作就是给你的身体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不要追求完美，追求持续。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做得很完美，你只需要每天持续的做。即使有一天你忘记做了，没关系，第2天再继续。重要的是不要放弃，就算你只做了1个动作，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每一次动作都是一次与自己和解的机会，你在告诉你的身体，我愿意照顾你，我愿意听你的声音，我愿意给你时间复原。这种温柔的对待才是真正的疗愈，不是强迫，不是硬撑，而是理解和接纳。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身体，你会发现它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正在腰痛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也开始重新适应、重新生活。也请你在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你的腰痛有没有改善，你做了这些动作之后有什么感觉。你的分享可能会帮助到更多正在受苦的人。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宝贵的鼓励。记住，你的身体永远都在等待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现在就给他这个机会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让我们一起重新找回健康和自由。